好，对中。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其实还真不清楚。大概就是一个很强的节目吧。既然敢找我来，那也是够强的。没办法预测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的节目。这当然就是去那个地方驻村，就是认识那个地方嘛。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具有传统文化的一个客家村，有多少人真的了解这边？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知道是诗坛，然后我就不知道了。这怎么会找这组合？其实我还蛮担心的啦。知道4个人在一起的化学变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到底我为什么要来啊？我都觉得到现在还是觉得上了贼船。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名字连在一起是长头诗，侯恩高帅，侯恩高富帅，好吧？我觉得执行力最好的应该是温真理，我觉得小温最靠谱应该是红哥吧？那另外2个因为都是男生，我觉得他们2个会比较不负责任的。毕竟我是学艺术的。其实我以前好像没有真的在客家村待过。真正踏入别人家，看看别人的生活，可以慢慢看到他们那种淳朴的人情味，然后从那个地方找到一些可以跟他的对话是什么。让我觉得真的很想去看一下。说不定我这次去了之后，我就决定住在那里。这里就是诗坛了。诗坛吗？对啊，注意出现啊，60嘛，啊60，对。我们4个都会开车，在暖台，对不对？对，4个都会。你也会开啊？温真菱还算蛮会开车真的啊？他只是他开车有一个奇怪的癖好，会骂人的，不是他一定要戴手套。他是真的赛车手球手套真的有戴手套，你只要握方向盘的时候不喜欢，他只是要哦，只晒黑手指。就只在前段第一节。你要看地图啊，你。有，我们台山了嘛，在台山我们就直走，然后呢？我们目的只要看到全家，哦，然后就右转。全家到了，先招边。我们顺着全家的右边进来没有问题。诗坛教会日新有没有？这也蛮热闹的。日新饮食店，俺唔知，我会听那呀，唔啲麼？我真嘅唔知，左转弄小，是那种是那种小武校，飞扑啊，飞扑，直接开到小铺里面去了。那就是狮子的。靠边，它有什么东西在这是哪里来的街头艺人？不是重点是今天大热天，他穿这样好热，好他好热耶，他真的好热。对，早安。那你们看你们，来，噔噔噔噔噔噔噔。那种洪都拉斯。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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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里哇，你看连这个风都是淳朴的。安子 C，哎，各位驻村小队的成员，大家好，大家好，不好意思让你们等那么久。不会我因为这一路上来其实还蛮远的。是啊，我是公所的秘书，我姓林，今天代表乡长跟狮潭乡所有的乡亲来欢迎我们的驻村小队。谢谢谢谢，哇，已经是整个哇，你还有后援会，对，我们的施先生是乡里的吉祥物。施先生你好，摸丝毛，你看看摸那丝，我们同姓哎，我们同姓哎，你好，我也姓施啊，我也姓施，我也姓施。那接着我们就往里面走来，准备开箱基地喽。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基地，这就是我们基地了。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住上很长的一段日子哦。
蹲一下，再转一下，这样鼻子会痛，鼻子。好，那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这边将会是你们未来的交易厅，好 OK，你们可以在这个吧台里面简单的讨论一些事情，喝个咖啡，放松一下心情。好，电动的吗？是，它有电，当然你也可以用骑的。啊，他们将会是你们驻村的好帮手。助手需要，太好了。好，那接着我们往里面走。好，我们往里面走。你们来，石先生，你休息一下。香香，来，我亲爱的，各位小队的成员们，这边就是你们专属的置物柜，已经帮你们摆上你们个人的东西。队长里面还有手套、棒球，然后这上面安全帽。超喜欢打棒球的呢。哎，怎么打不开？不是啦，每个人怎么会有都有登山杖啊？对啊，我刚刚想说看到了一个让人有点害怕的东西，那这样子好像是会要去到哪里喽？这是不是被我弄坏了？这个没有啦，一来就破登山杖。请各位成员们，我们往上走。这边，他怎么进来的？他的头不是进不来吗？就跟我说的一样，上面有一个在等我们吧。结果我们下去看，另外一只还卡在那里。原来有2只啦！哦，原来是老大跟是老二啦。是，那跟大家介绍，这就是未来1个月大家办公的一个场合。那也针对大家的需求，也各自帮大家准备了一盒我们工作上需要用的东西。送手机哎，真的假的？真的有手机也没跟他真的有手，还有钱呢！有钱，有印章，只有，哎，真的有钱呢。你有钱哎，这是交给我们队长有钱这个就是你的那个印章吧？队长有钱批准的。啊！那这边的话就是个人都有专属于各位的小物，那大家都可以视需求去领取。分给你，你的这真的是。所以我们要先真的是卡一次性的挂上自己的那个吗？识别是我挂咯牌，上班要在这边打卡，然后这边有周遭的一个老街周边的地图，可以让大家来看一下跟融入地图。哦，所以我们今天是算上班了吗？我打好了今天算今天不算啊，今天不算啊。对，是今天不算今。天不算。我不管，我也是不管。这么不受控的，好啊，这么不受控的，他说他不管。时间差不多，那他管什么？啊，迟到3分钟了，我们迟到3分钟。糟糕。就要分座位吗？对，大家可以选择适合的座位。那这边应该没有意外，就是队长。对，哦我以为队长一直躺在这里。这边就是队长，这边就是队长的位置这是主任好好讲话真的是很不得人的。队长一直躺在这里，我是不会站起来，是不是？主任来第1天就想把你弄掉了，叫你去。那各位驻村小队的成员们，我们接着就往另外一个空间来做移动。还有另外还有别的空间另外一个有的别有洞天的地方。落，队长请哦。落。来，我们是为的。哎，这间这间很温馨哎。哇，大家看得到的就是制作团队非常的用心，帮大家准备了这一些大家看得到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太夸张。因为狮潭乡是高龄化的一个乡镇，老人比超过28%，所以它其实是全国数1数2的长寿乡。哦，对，你们可能带着去给他们福利。对对，这样子对我们的人际关系拓展大大的加分。是靠这个。每天都需要香出去。哦，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如果要自由运用都可以自由运用。那如果用完如果有，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谢谢各位，就是一个早上的陪伴。那我最后有3件事情要跟我们的小队说明一下。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下午我们已经有安排了客语的导你们怎么都有师手表啊？来为大家教学，会帮大家教一些简单的客语，然后让大家未来这1个月在乡内可以更快的融入乡亲。哦，那第2个，我要在这边温馨的提醒，这边的村长人很好，是苏村长，新店村的苏村长。新店村。对，那他其实提醒村长人很好，这样子好还是你们不要得罪他，脾气所以很好。村长很怕吵应。该是说大家有空的时候，他家就在这附近，大我家可以们先去拿隔壁一些东西。对，温馨提醒，一定要去拜访。对。那最后最重要一个任务就是说，明天早上9点的时候，大家要正式去乡公所拜访我们狮潭乡的大家长刘乡长。
哇，对，他会有很多的任务跟大家一起讨论跟负担。村长，然后乡长。那我最后要把我们这个驻村小队基地的钥匙正式给我们的队长洪都拉斯大哥。这边，队长来开门了。所以这个钥匙其实是形同虚设，因为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这个驻村小队都不锁，欢迎大家来，每天都要来工作，一直到太阳下山还在这边，那一间要锁了，那一间那一间就好。好吧，我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谢谢各位，谢谢。那我们两位就先离开喽。好，谢谢施先生。好，来，我牵你，小心哦。真的可以走下去，他可以下去，他可以走下去。慢慢走拜，拜，小心走。拜。我看看他头会不会卡住。小心哦，哎，卡了一下，真的真的会哦。小心哦。你看他怎么把它拿来。好，谢谢，辛苦了。他到底从哪边进来的？所以你要坐哪边？我坐这，没关系，你坐这边，坐过来啊，我可以坐外面。都可以啊。然后那个可以给那个来的人。 你带招财猫来吗？招一下，招一下。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成立了驻村小队，那对有些规矩还是要立一下。比方说，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出席率非常重要，所以你们如果要经过请假的话，这边刚好有个假单，请假要假单，所以你们请假要考虑得很清楚。好，谁要先请？你要请假了吗？这一个月里面3号的4、5点吧。 3号快到了呢，今天他今天来上班，后天就请假。 有这样子的吗？都来这种人，对啊，习惯了。哎，我们才来第一天，大家就在忙着写假单，对，我觉得这样很不够意思。不是，这个是负责任的表现。对，是我跟你讲，我决定就是全勤为目标。没问题。那我这边需要职务代理人，你可以帮我代理吗？我这边也需要职务代理人，可以请你代理吗？不是啊，职务代理人不能只写我吧？就是你了。因为我们请假的时候你都在啊。我们的不同时间，但是只有你在。 所以你的职务代理人写的都是施先生，那施先生有同意吗？施先生，你要同意成为他的？哎，他是不是写错了？他第1年跟第2年的日子不一样吗？一个写3号、4号，一个17、18。是啦，你要写2张，要写2张，是2张。这是我留存的，这是你销价用的，所以你销价要拿回来。你这样子你还来糊弄我啊？你要写2张，他写1张，上面写2个。请个假这么难？你看我们这个小队有多么盯紧啊！队长很盯紧的。对啊，这样想要混过去啊？那报告队长，怎么这么天真啊？是主任要来第1年，谁在第2年啊？请过目。 这样想要混过去啊？那报告队长，怎么这么天真啊？是主任要来第1年，谁在第2年啊？请过目。职务代理人施先生，他有同意吗？不知道，因为他的职位应该是个特工。没有，是的是。施先生，你找一个不存在的人跟你说，你不要乱写，你不要乱写啦。再也写一个比较有可能你找得到人。你找温真理也可以，你问他要不要啊？你施先生没有这个人啊。我这个不合理。报告是，怎么一直在驳回啊？我是不是请个假你请得那么？是驳回。不是，因为那一天怕真的太忙，所以才说是不是他还是要找一个人？不是找谁都没有关系，都没关系，是你们要明确的。他找人力帮忙是帮忙，可他的职务代理人要写清楚嘛。啊，你写到一个施先生是那个我们家那个施先生，施老大还是施老二？我想说这样比较有施老大，施老大，老大比较有作为。你觉得他可以帮你带什么事情？我觉得他可以代理你什么事情？他可以带一些就是长辈跳舞。你干嘛还哭？他要开始猪叫了。请个假都搞了快3个小时。请问史先生，职称是他代理我的职称，还是代理他自己的职称？
你的职称？哦，我的职称不是，你是主任嘛？我是主任你的职称就写主任嘛。你到底小学有没有毕业？你怎么那种逻辑会不懂我？想提问，全勤会有全勤奖金？有。你们现在问这也来不及了，没有，因为你们已经请了。我也不请啊。现在有全勤的就只施明帅了，对，没有，我想知道奖金多少，我说不定现在就不请。奖金很多。哦，再写错我就不请。就直接下单写错不请假，我帮你检查，快点，快点，好可怕啊！实在是太好笑了。好，可以，小队成根很好。午休一下吗？我也是，我觉得好累哦，突然觉得好累哦。哎，请假好伤脑袋哦，怎么会这样那？因为你们请假需要队长同意，对，那因为我自己本人也要请假。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给村长了吧？就是真的要找村长了吧？你去帮红哥看一下。对呢你需，要送一下波。当一下。觉得很事情。是保姆，是报嘞，是吴老师吗？是，我是驻村社区的主任。那我们上楼。你在那边你看敲那一下是什么意思？对啊。哎，各位同学，为你们介绍，我们等一下科语老师古老师。古老师刚刚是从家里过来的，新山后，欣赏后，好。嗨，那有个四卡了哈，按爷的像筹啊，筹凳，手电，做筹凳，新山筹凳是筹凳，后三个做筹凳顾。老师，因为我现在是完全听不懂，所以请坐。他意思是我们请坐，我们可以坐，可以坐的。我先自我介绍哈，其实我是职业军人，退休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当导览员，所以我在40岁的时候我就考到学霸的解说员，但是因为我苗栗很缺这种老师，所以我就留下来教书。等于说我是46岁退嘛，我现在66岁，所以我教了20年。哇，顾老师，因为我不晓得你平常看不看电视，很少，很少，所以没时间我们没有一位是你看过的，有看过也没印象，因为真的哈，所以你也不知道我是叫什么名字。哇塞，认真的老师，不要走，心痛吗？我演艺圈老师，我偷偷跟你说， 40老师，我偷。哦，洪都拉斯上，他好淡定哦，洪都拉斯啊。所以这是一个落差啦。我还是讲一下我们本题啦。客语对于我们完全都不熟悉的，有没有比较速成撇步，对？你如果比方说现在口语化说的这个是最快，像这个按奏，按奏哈，客家人是早上做事情啊，傍晚就收工，对不对？所以他没有晚安，客家人没有晚啊，安。没有晚安哦。客家话没有晚安，只有早安。早安就是按奏，要天刚亮。你不能8点钟问人家按奏，人家会笑死你。你知道吗？真的会笑死。所以按奏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怎么那么早讲？对，就是早安奏，按是躺在床上跟枕边人起床会按奏这样吗？不会吧？这些人还这么客气，走出门看到你才会吓一跳。哦，你怎么这么早？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这个他求知欲很高啦，问题很多。而且年纪还轻啊，看起来对，他18国小，18差不多。我想哦，他18岁了20年了。那所以他平常如果都是10点起床，然后他今天都不能讲按奏9点起床的话，那个讲话人家笑死了，对吧？没有人。所以10点起床要怎么？剩下这个了，吃泡沫，吃泡沫。吃饱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幸福。所以他如果有一个人问你这个重点的时候，你会感觉很窝心，就是打招呼，吃泡沫，很窝心，就是整天可以用。哦，整天都可以用吃泡沫，吃爆马是爆嘛，是爆嘛？哎，没有午安，对不对？
吃饱嘛，吃饱嘛，全包嘛，全包，从早到没有晚安7点，对，没有晚安， 7点以后没有晚安哦，没有晚安，饱嘛你不要想要学那么多，你讲不到，你就给我讲吃饱嘛。吃饱嘛，吃饱嘛，吃饱嘛，你要跟他讲谢谢，按字 C，按字按字字谁是你，是的，怕我懂后哦，按叫按叫後嘛，按叫後嘛，按叫後嘛，張來了，張來了，张磊撩，對，张磊撩的意思就是说，下次来对对对，有空你可以回来聊聊天啦，喝喝茶啦。哦，天气真好，好哎，好哎，舒服这样也舒服，舒服，剛剛有教嗎？舒環氣，團體，滚懂地，環氣，對，他說這邊只要看得到到處都看到山在谷，底，對，所以一直在谷底。吃饱嗎？是爆猛，吃饱嘛，是饱嘛？你们是卖什么？哎呀，我刚刚吃的就是你看到這個仙草雙擎，试试看，試試看，试试看，仙草，吃产的仙草，要把它搅在一起吗？分开吃就好了的。老板贵姓？哦，你也是對，他們是家人，是一家人。你跟那个古老師是一家人，謝謝古老師。郭老師來了，哦，侯師，董老師，董老師，張來了，装来了，哦，看起來是這邊哦，在哪裡？還有牌子，平田村，嗯，村長辦公室。是不是要先把湯匙藏起來啊？村長辦公室，哦，是村長，哎，我是村長。哎，村長你好，你好，你好。我是駐村小隊的隊長。哦，你好。乃黑洪都拉斯，洪都拉斯，愛聽。啊，你好，我係英軒。宜軒，名帥啊，啊，你黑真靈，哦，歡迎你們，歡迎你好，真的不好意思，這邊打攪你一下。向頭啊，向頭，搶走，在向頭，那個。誒，小禮物送的。按公會要帶電入來啊。啊，感謝。我們要給，好，你好，哎，小意思，來坐，送文，送文，送風來啊，謝謝，啊，向頭。哎，講得還不錯，你好，好會學。那就是咧，買個東西，先做餅咧，先做餅。古老師啊，古老師請我們先做餅。哦，歡迎大家，全部都太明顯咯，太陽神啦。太陽神，咩啊？哎，電視嘅、廚房嘅嗰種嘅，村長，書票嘅嗰種因為我嘅，們現在的客家話還不到可以還不到可以對話的。啊，還沒有到這個程度了啊！因為我們來到這個新店村嘛，對，那我們是要了解一下獅台這個地方的一些文化。哦，可以，可以，因為我是從小就在這邊長大，在地的，土生土長的獅台新店人啊，所以我對這邊的人情文物啦、歷史啦都很了解。哎，太好了，我們需要我都可以帶你們去參觀一下，這附近的店家啊，這些。好，那因為我們今天來，可能就是要拜拜一下，要到義民廟，哎，再到義民廟，村長帶我們過去一下，可以，好，那我們一起搞。想好說你們要準備什麼？想一想，啊，好來，哎，這個是我們現在目前星光的老闆。老闆你好，你好。這個阿嬤哈是我的伯母啦，哦，她今年96歲了，96歲了。我們來給你買一些東西啊，買東西。等一下要去廟裡面拜拜。哎，阿姨沒有紅拜拜。然後我們這個最重的就交給我們主任。來，我抱着，這個幾個最好，我抱着，壯。阿婆，等一下再來看，再來跟你聊天。好，那我們先去義民廟拜拜了。謝謝。阿婆，待會見，阿婆，拜拜。到來。這裡附近好像開始會在賣東西，就是哎，每到了星期六、禮拜天哈，這邊人潮就蠻多的，是蠻多的。哎。那今天人比較少一點點，是因為廉價了。那這一家哈，這一家是我們雲南師傅，他是蠻有名的啊，客家小炒哎，哎，客家小炒，他全國爭霸戰，中區初級優的。
我来，这一家哈，这一家是我们这边仙草店，它已经超过70年了。哦，哎，我知道，就是要来我们洪都拉斯那些，哎，对。那我们如果不认真的话，就会对被他发现哦。我们都会很认真，你放心，这个是我们专业的。太棒，是包帽，哎，这个多少钱？10块。生意好不好？今天买什么？昨天比较好。哦，白天还是做生意啊？对。我先去拜拜。好，去拜拜。2白的1黄的，白的1黄。 2白1黄。再一个梅干菜包，再给我一个包子，好吧？好。菜包。你们是不是这样买下去，我们就拜拜啊，有生意买哦。对啊，澎湃。我们5000块快花完了哦。我们只剩3000了。今天花钱完全没有压力耶。于中华民国112年正月初1日，首次经由客家电视台实境节目的制作小组，很多当天的下村的小组由那个村长洪都拉斯带领出演文真理、施明帅和那个高音轩和那个全体的团队工作人员等来到我哋市南移民庙向移民爷爷以及众神而来祈求，那个实际节目制作能够平平安安、请顺利、请圆满来完成。留下中山县等松树慈祥，共享我哋移民爷爷一拜。再拜，3拜，唱10响，那工作人员，1鞠躬，再鞠躬，3鞠躬。李晨，谢谢平安，谢谢顺利。我们现在要来到了后脚。我们现在要来到了后脚。对，我们要来后脚来找慧娟姐姐。挂休息中哎。没关系，慧娟姐姐知道我们我想要吃那个焦糖布丁。我想吃焦糖布丁，我也是。她喜欢红哥，所以我们要靠红哥的脸，这样才能让我们吃到焦糖布丁。红哥一进就说好想吃焦糖布丁。我今天发现大家都很喜欢红哥。来久了，你好，慧娟姐姐吗？对，你好，你好，是宝马，是宝哎，是宝马，哎，你好，红哥，哎呦，哎，叫我红哥就对了，最近比你大，期待你来哎，真的吗？你来坐着，然后帮我介绍他们3个好不好？我来坐着，得靠你来介绍了。他是高一轩，第一次看到，他演鬼片的，谢谢慧娟姐姐。施明帅，啊，你好，他有演《我们与恶的距离》，我都有在自己在玩。哎，不是珍妮，这个听说很漂亮，好漂亮的，你看不是看出来他没化妆，好漂亮。那他现在是想说，你这里有没有现成的一些食物可以先让他吃？可以啊，可以，没问题。他刚才讲说要吃焦糖布丁，他其实也很想要自己冲个咖啡，要不要？那你帮我弄个咖啡啦，弄个咖啡我们一起喝。慧娟姐姐看看你的手艺，那你可以教我吗？可以啊，就是这样，就是需要这样子交流，大家学习，大家。好可爱哦。对呀。有人要喝美式或拿铁吗？有。嗨。这是哥斯达黎加。塔
部分，是，不好意思。他想要我们再装饰他。好。好啊，先做。好。那个柠檬塔只剩2个啦。是。那红哥这哎呦，一定要吃啊！一定要吃，对，感觉一下。所以慧欣姐先买房子以后，再把它整个整理起来。刚好是公司结清了一笔退休金啊，手上有一笔钱，所以我就想说找个标的物来做一个自产嘛。对。看了多久才在这个地方？然后没有想要回家乡。哦，是啊，那为什么？就是去看别人的土地，看一看之后，那有很多的法规很复杂，所以就放弃了。结果在放弃的时候，就刚好我姐姐她说她做了一个梦。哎呦，说，要听故事喽。哎，慧娟姐她说她做了一个梦，说梦到隔壁叔叔的房子卖掉了，然后卖给姓何的人。画面没有出现这个人，就知道是何家的人。何家人是美语，对，他说英文。不是，好冷哦。只是当下的我从来没有想要返乡，因为我们已经去都市那么久了，已经习惯那种生活模式，要再回乡哈，就会觉得没有那个勇气。哇，这个梦很有美意。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才决定说，不然我就来开甜点店。好棒哦！这都是缘分。那为什么这间店名称会叫后脚？哦，以前这里不是像现在这么有那个规划，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哎，这个怎么都没什么看过。他们就问他说：“你是住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是在后面那个角落就叫后脚，那叫后脚。哦，原来也是。哦，所以那因为我想说，我返乡回来，除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也希望能够把我以前祖先选择这块地的那个感恩之情、意义，把它留下来，所以我就取后脚。对。哟，不错哦，小木屋哦。小木屋。哎呦，感觉是一个碾米厂的感觉。碾米厂。在那边。前面有这边。是吗？そうか。哎，打扰了。哎，お邪魔します。嗨，不好意思打扰喽。这是什么意思？宝马。那是抽钥匙的意思。门卡啊，不是啊，这是我们的。没有，这样抽的吧？这不能这样子放的吧？他已经写好了，不用抽。还是要抽。对啊，门卡先开好了啦，我们来。等下，我有件事情。什么？因为我刚刚把那个在那边的东西拿回来。哎，我完全没有发现我放在哪里呀？啊，在桌上，在后脚的桌上。哎，小秘书你要一直跟着。小秘书没问题，还是放我这。不是，队长秘书还是要做主任秘书，要关心一下老传球嘛。哎，我们这个是 B 栋1号卖出，恭喜！恭喜1号的朋友，恭喜1号的朋友。啊，6号成交，哎，恭喜6号的朋友。应该是5号。你的是这里，哇塞，吧？不是哎，你在工程师店。哎，我房间好大。哎，一个茶轮来我点位，哦有哎，这真的有哎。还有电视哎，啊，感觉好 Q 哦。哎呀，衣服，枕边读物。哇塞，哟，感觉上我好像是中乐透的感觉。我们来看看别的吧。你的房间靠厕所也太大了吧？边边好舒服。你是说我的吗？对啊。我去看。哎，红哥，你的有独立阳台哎。真的假的？你的有独立阳台哦。脱光光。哦，好漂亮哦！哎，红哥那边的云现在是粉红色的。红哥那边是。红哥就是要喜欢粉红色了吧？哎，这个好漂亮哦！太好了吧？看我一个。哎，你的也不错，不错啊，他的比我还不错吧？哎，这个床其实很舒服哎。
因为我年纪大了，我睡的床真的不能够太软。这个算太软了，不可以太软了。老师救命！报告老师，报告老师，直男一直开黄一直腔。开黄腔啦。我们这么优质的节目，你们不能太硬。那我们没有分。哎，突然觉得自己蛮有。哦，apron， 魏群，哇，三井厨房哎，我不走了啦。你这三井送了，里面已经有菜了已，经有菜了，还没有，你就知道今天要吃什么东西了。还有蛋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是不是？是哎，你需要多少人帮你呢？需要助手吗？好像不太用。不太需要说一，个都不用。那这样子，那红哥队长就先休息。觉得我好像比较没有用，就对。不是啊，不是因为你刚刚说那个是不是7点半就可以吃了？你们刚刚在车上吵的架，可以在这边继续吵。他刚刚开红哥玩笑说，红哥以前不好笑。那是因为红哥说以前跟现在很不一样，因为现在很好笑啊，那以前一定不好笑吧？他说我以前不好笑，好恐怖哦！要是我以前的年纪，他现在已经在下面了，他还能够站在这里，说人家不好笑，就等于说你戏演的很烂的意思是一样的。哦，哎，没有，对啊，当这人生然不是这个意思，那些戏演的也不好啊，一直都不好，我到现在也没有好啊。我们等一下呢，现在是18栋19栋8， 19栋8原地集1个合小，时可以吗？那我留下来帮你弄，然后看你们要去准备饮料，还是要整理行李都可以。好，交给你了，期待我们的美食，好，期待。太厚了，谢谢。放进来。帮我开。好，帮我开。再过来嘎菜包，再加水，开始自言自语。你刚刚有跟我讲话吗？没有吧？刚没有。对啊，我刚刚有问你，你的厨艺在这一段时间精进了多少？应该就是乱做啦，就是但我对我自己调味算是有信心，吃过的东西重现的能力还算有。比方说吃过的苦，这题跳过。好，分类，好，什么跟什么是一个菜？这个跟这个是个汤，那个跟那个是个汤。好。对哦，菜包这样应该要到什么程度才会是 OK 呢？就是香味出来，有一点颜色上色都没关系。辛苦2位大厨了。不辛苦，一位大厨。但你要放盘子哈。哎呦，这个有2把刷子哦，没有刷子，有一把铲子，有2把铲子在桌上。是梅干扣肉吗？闻起来好香。重点是豆花要入味。对，哇，我就讲到重点了，那个豆洗得了，洗个锅，取个锅那是梅干扣肉吗？什么锅？但是又没有咸。哎呀，辛苦啦，辛苦他了，真的是辛苦大厨了。对，那先尝哪一个？哎呀，辛苦啦，辛苦他了，真的是辛苦大厨了。对，那先尝哪一个？先尝哪一个？都可以哦，很有信心。下饭嘛。对，哦，听说这个客家小炒，来啊，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真的很像在家里吃饭。对啊，好生哦，好生哦，浓厚水。光基问老师超级的客家话，超级好吃啊！嗯， super 厚丝， super 好吃啊！有哇，鲱鱼好吃啊，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大补好吃啊！你是第一次吃梅菜煮的菜吗？没有吃，我吃过，吃好多好多，这是第当时都三年了。不一样的。每次都不一样。客家小炒是第一次来尝尝。他们有做过台菜，台菜真的比较少，哦，那之有不一样前都是。西式。在节目里我们要做过台菜。那你怎么会想来跑来演戏？有没有时候就是他是被耽误的？被演戏耽误了厨师。真的。来，有水的喝水，有酒的喝酒，谢谢。谢谢队长。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聚会，第一天，充满了温馨。这样，因为今天我们第一天来到诗坛，希望说有这样的机会都是一个缘分。对啊，几乎就是没有跟你合作过，他们两个我们都合作过。我那时候跟他讲说，哎，温温怎么感觉看起来好像那种冰川美人的感觉，就是感觉比较不会开玩笑。他们就说，哇，他好强哦，你放心，他们强的很厉害，刚刚很对点，很强哎。我以前就知道我自己讲话不好笑，所以我讲笑话我就要自己，然后再演另外一个听众，然后讲了一个笑话，然后自己听众听完以后觉得不好笑，然后观众就会觉得好笑。不是吗？就是我跟你讲笑话，然后你觉得不好笑，然后大家都觉得蛮好笑。我觉得那个已经到同情的分数，像这种分数，听到会觉得有点难过，可是好笑一下好了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比方说讲不好笑，我们讲说，哎，真是令人鼻酸。其实今天真的是蛮开心的。那我们接下来才第一天，接下来我们要互相帮忙。对啊，见到乡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时候，可能任务会更艰巨。对，加油啦！明天我们继续努力。好，我们期待我们每一天都会进步一点点。到1个月之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团结的团队。这里是我们平常在办公的地方好，然后就是我们各科室的为民服务都在这边。在这边一次就办成。对对对，吃饱嘛？吃饱嘛？吃饱嘛？太高了。乡长，哎，乡长，报告啊，久仰大名。没有，你们才是久仰大名啊！因为要见到你们哪有那么容易？对啊，我们专程从台北来看您啊，很荣幸，谢谢你们。我们先请坐一下，先请坐一下。哇，好大的，这是我们这个驻村小队的一个小礼物。对，小礼物，小礼物。这是我们的队服啊，3种颜色，真的哈，新董鲜腔的队服，吹服，希望你能够惊讶一下。好，做了，向头，就这边嘛，从一到我到筹嘛，好，全部糖衣是合法嘛。我们家是讲海陆，所以我听得懂一些。海陆，爸爸是。我们家是，如果是爸爸那边的话，以前是新竹。因为我们应该都是第一次到诗坛来。是的，对，我们都是第一次，对。的确啦，那你要像这样子进驻在这边1个月，说实在是不容易。我一直会担心，就是说，我们要呈现什么给你们做最好的一个题材，各方面会担心。可是经过我们的制作啊、导演啊哈，还有跟我们讲过，哎，我觉得不错哦，我们可以一定全力配合。甚至经费上各方面，他要我们怎么样，我们都全力配合。哇，真的哦。是啊，这点他是没有跟我们讲。我们他是没有说有经费上配合我们的经费。那我们就不用太小气了，我们可以大肆的购买一些东西，安心来。所以我们来这边地方，不知道乡长有什么样的任务要交给我们？有，真的有。最主要就是今天晚上的庆生会。哦，今天晚上对，我会这么突然，10月的庆生，10月的，对，我们相信听到你们要来哈，高兴得不得了。昨天打电话给我，乡长，他们要来，我们要上电视哦，我要穿什么衣服？天哪，很可爱。今天晚上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他们驻村小队的欢迎大会。那经过这一个晚上，未来这1个月，你就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乡民，然后我们大家会一起欢迎我们的驻村小队。是。那这个算是诗坛像一件大事啦。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事。对啊。然后我们期待晚上要好啊，你们也要准备一下。你们要准备啊，讲难听点就是怎么样留到8点。不要给我7点，哎呦，乡长，我想要回家了。那不会，让他们觉得说，我就是很快乐这样子哈，可以的。还有
就是还有任务。我一项任务会不会太多给你们？不一口气全部讲完了啊！第二个任务就是10月3号呢，配合卫生所的那个流感疫苗的施打的活动。是。啊，我们的小队的任务就是担任我们的志工，把我们的乡亲呢怎么样去指引他们，怎么样去照顾他们，用你们的魅力让他们安下心，好好的去打。先打给他看。是，那一个社区的课程啊，每一周有2堂，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去带动老人家身心灵、手脚各方面都能够动的。哦。第4个任务就是我们的后脚市集了，每个月的第1个礼拜六。都有所谓的后脚市集，去卖东西。后脚你们要出一个后脚茶杯，对，你们要出一个摊位哦。是要卖什么，或者是随便你们。哎呦，我突然我们变得很重要。还有就是一个10月9号有一个古道修复的。修复是说它已经坏掉了，稍微对，修缮只要对啦，不要造成人在人力啦，走路上面会不方便的部分。第6个任务就我们诗坛的那个快闪小酒馆。我们诗坛呢，大概7点8点的时候呢，都关门了。哦。但是年轻人也是一样，就跟着老人家，作息就变成对啊，就跟着老人家。希望年轻的活力还可以再连续施展一点点出来。哎，对我可能会安排在那个我们的后脚有一个咖啡店。对。后脚咖啡馆。哦。对，那个老板娘呢也蛮热心的。有遇到。有吗？哈。对，还有最后一个。还有一个任务。最后就是一个缓冲的啦。缓冲的啦，让你们心情比较平静下来，就是消防队的宣传。我知道我们很不平静。现在是波动蛮大的，消防队。但是我们的对象呢是各村的村民以及我们3所小学的学童。哦，宣导消防观念、消防知识。我现在任务其实蛮多的，蛮艰巨的哎，蛮全的，每一个都是需要从无到有哎。是一个那个就是慢慢说哦，先过完这一关之后，下面又再更难一点点。闯关游戏，只要先想下一关就好了。对。可是我觉得还是按部就班，我们必须要跟乡亲们，因为每一个都做好，下一个才会变更好做了。好，谢谢乡长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了。那这个任务其实有一点困难，有点艰巨，因为我们不能够打包票说我们做到多好，但是我们尽我们所有的力量，那期待我们这次我们驻村小队要好好加油，好，让我们乡长刮目相看，好不好？那要为我们的所有的任务，我们来做一个加油，好的，好不好？没问题。好，那就请我们的乡长说个1、2、3，我们按强。按枪，打手好了，打手。那我们要喊吗？我们就喊，吗？按枪，对，按枪。好，1、2、3，按枪。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庆生会顾名思义要送礼嘛，我们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包起来。我们瞅着这个样子，那同样我们也要做蛋糕。哇，没有搅到，我们会有没搅到的。对，我们就是要人出包。还有学校要去探访。我的课有3种嘛。我最喜欢表演课，我喜欢表演，我喜欢第1个跟第3个。海狗。好多人啊！我想不到这么多人，可以说是韩乡史无前例。打流感疫苗是我们卫生所非常忙碌的时候，那就当我们的志工喽。你好。听说是要帮忙去做消防宣导。没错。左脚右脚左脚勾，右脚左脚右脚勾。